后礼拜双十节咯，总统府头前的主席台个管理台开始打咯，无想到讲去拄着风台，筹备委员会是表示讲会来加强哦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后礼拜就是国庆典礼，总统府头前的主席台、管理台嘛已经开始咧打啊。不过中度风台山道仪即马是一步一步挖进台湾，拜二拜三可能是影响上严重的时阵。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国庆筹备委员会表示，已经伫风台内进前有加强降低厝顶的悬度，也加重舞台架野的配重，确定架野别有安、别有灾。其实我们的整体的结构是能够承受7级阵风啦，但是为了因应后续的台风作业，除了目前我们的做法大概几个，第一个降低主舞台的屋顶结构的高度，那再来就是加强配重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支架都有一些配重措施。那另外在广场上面的结构，我们也有加强它的牢固性。会当看到工地篷布已经收起来啊！风台天路边的空板、工地吊车、烟架，拢是真危险的物件。工地施工架有基本有防强风的能力，为着避免篷布未堪这强风连带影响烟架落落，劳动部也呼吁营建单位就要确实要求工地负责人做好固定措施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因为风伤大、伤透，有当烟架家己会倒落来，造成劳工的伤害。烟架这部分，你爱去顺一下，烟架篷布爱起来架起来，因为风会伤透，篷布架起来，伊个风会伊个承受的风力会较低。另外个烟架爱去顺看有固定条无固定条爱适时来固定。烟架顶头上个是卖放物件，本来就袂使放物件，所以爱顺看有物件，因为台风来有它会扫落来。提醒乡亲，风台对台湾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，未来几天风雨可能会愈来愈大，出外买物件也是上下班、上下课，行伫街仔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者张家毅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